如果我答应跟你结婚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现在不需要结婚了。拜托你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钱的事我会想办法，别去骚扰我妹。我们已经找到你妹在哪儿了。你要再不还钱，就别想你妹过上安生日子。再说，两个人还债总比一个人强。这笔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以后要找就来找我。找你？你能还上吗？2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不就是200万吗？要还钱，我跟他一起还。哟，小美女你也来了？哎，那正好，免得我再跑一趟了。邵总最近急需用钱，如果你们要是赖着不还的话，也没关系，他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我说了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担保协议是我签的，债也是我一个人欠的。你们要是再敢来找我妹，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我过几天会去找你们，放心，我不会跑。哎，周子轩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儿？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为什么说债还的差不多了？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？差不多得了啊！我想在哪儿待着，难不成还得跟你一个小丫头汇报？那你这些年一直都在国内打工还债吗？我还一直以为你在国外过得很好。别哭丧个脸。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那可是200万。什么我们？那是我一个人的债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你是我哥，我亲哥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你就照顾好你自己。这债你管不了，瞎操什么心？赶快走！朱子轩，你放手！走！我不走。师傅，走吗？啊，走。上车。南昌大学啊。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可以尽我所能的照顾你，保证你不会再遇到这种危险。你哥当年替你妈签担保协议惹出来的麻烦，我也能帮他彻底解决。喂，如果我答应跟你结婚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现在不需要结婚了。拜托你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再找谁了。你现在过来吧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